明朝正德13年，苏州南外军家是税赋，高档改得多，房子范围改，金子范围亮，银子范围金，纸子范围空，两地范围轻。第十军家税是费，费是军家保护类，声称苏州第一家。搿上头一家人家了，真正的主人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后主金公代金玉华，今年40岁；还一个就是金玉华家乡大娘娘，叫唐翠萍，今年30岁。那还为不晓得你？当然不会样的。那还为晓得个你？听苏州所有的名郎中来看过。啥个毛病呢？我难为的说不出。搿有啥说不出？你说不出，我倒说得出。唐翠萍大娘娘倒是傻女，傻对女人，当然不让。其实没不要真，不但现在是不受伤，依然没讨厌。搿上头一家人家，你还不3辈受下去个？到房里向无人受，但是七房8房的有人受。搿受得782房，整个受7受8了，还7大8了。搿么是有同的多他2个，可以多养几个。实在你新婚一日第一夜，各位大衙军公队60多人，新娘娘唐翠萍漂亮，大衙队里望一望里眼皮，抬一抬，看一看，大衙哈一哈，晃一晃，开进看一双娘子，但是最娘不知那么讲，留下来里比媚娘还要凶。要发3章，第一不许他，第二个，第二一切听我的，第3通通侪不能瞒我。进宫队低头3条3个水客脚里全部拿里靠了。实在呢，大衙人60，加上一辈个唐家里向对金家里向有恩惠。所以并得今朝正月18，中书大娘娘有所松动，立个爷娘去世，答应娘来大衙讨偏房。不过呢，也家里乌头当中挑选，所以呀，在外头海大衙门有23个乌头符合条件，立了房厅上向再细细。进宫队60多人一分晓得，踏进房厅一看嘛，搿点屋头像现场的一样做啥呢？哎，高先生好了啦，眼睛再好，我是娘子啊！啊，大爷，听手一手了，娘子，想今这里有事啊？兄大爷，像今这里嘛，奴家上你那去，你看呀，在此衙门之中，审你挑选一个。啥么子啊？突然之间还不商量，事实是我让我他偏房屋头当中改一个，那么带你看看，高些，你欺人太高。不是我看不起屋头，而是你看不起我，你对我不了解。屋头等我相配了，这里肢体不能相对。3个8代现在，一个预备都养2只猪猡，一个预备马上得梅花绿药，这个哪配得起来？那么你10年60多人，心里不实，面孔不活络。但是呢，讲出来个闲话还是不来。哎呀，娘子，想这件事儿，为得好好商议
上衣呀！哈啊！大翠林对你妈妈，我还不容易想子一要天，我只是讲决心，让你太偏吧。我啥你搞吃讲的，既然你自家变了，受了面孔一杯，笑。像农家的一份美意上你的天，既然你自己不养了一人受了，要你们我退出去。我的三百光，给你中部王定立了来，你心里明白，该桩事体不为成功，来到娘娘发笔，不够你。今朝能够松动，这手门掀开着，我不能关着。我心里想余地，我暗中已经不适合山上个杨某龙18岁，一直来相交，谁冒伤心？把个心里不能讲出来，今朝有个样的机会，我也毫不突出。那么呢，我锁门藏了，眼睛打出来，先让大衙去，再来对付大娘娘。大爷，想大娘娘她是一番美意。来来来，大爷为主书房歇息。7岁我的地波浪向扎一扎，压一压，一人子来外头去，我与谈。进宫队不晓得王定为啥趁势往外头去。王定眼睛耷拉，身体抬出来嘛，俺刚发个闲话才想喊啊，大娘娘，想方才大姨们，他心中不落。是与有故的，这为他的心目中只有你大娘娘一人，母与半生说这个道理呀？哎，人家一听我们这个气，得先出一步，牛来寻死。不过在丫头中挑选嘛，大意他亦不为姻缘。啥么子啊？我对飞啊，再去探了名门贵婿啊！可是不来个，将来李靖之门养子儿子，李立人们我母接着问，我对当中挑选一个谁是这个道理？今日两个人寻求让让我心跳，不能松开。要完的，名门之中挑选农家不允。不是在名门中挑选。早弄开来，只要修一个小家，便要做官了。谁是受到为逼们，以好听说说。这个呢？一听你的两句我的语带，我队当中这个留下来，我们的我队平起平容，称之大美，于是自个升高，小家必肉，给大美看。要话的，记住兄弟们，与内不识别了。成功一滴滴。大娘娘，我倒想起了有一个合适的神仙。我有人对手里说过，稍微想想已经有人子，仔细讲来。他姓叶，乃是西堂神师。也讲得来太委屈，听得进。大娘娘对老奴告病，想大你今
13年前，冯某上门赴迎上，喜的金家妻在内地下狗儿送团的把风家跳，这样的娘娘能言人，真是两里风光成就上。这个人当然配回去，既不是武断，也不是名门贵婿，谢家必有。门门请上。啊，皇帝。是。这位一些最佳后名字叫知雷。也知雷。是啊。他的宗人做什么？一家小婆。他的相伴你。bin然。身在你。bin然。是是非，bin然；他的为人怎样bin然。为人终于老实，所以为是你大娘娘一人作主。哈，几多许次么话的？今个为人带奴谁去？一看，一看还可看，说个bin然，啥子不bin然？你手漂亮，还去打理比干。台湾的有了海，那种是高漂亮，你是真漂亮。不不离口拉来起心，咁我呢？我也拉得个漂亮。皇帝来了大死了啊！但辰光神清在总归看得见。别人长呢，皇帝想带这个辰光我看江边。个面孔漂亮不漂亮，各人各看。但是光台说皇帝那为啥漂亮？我说我现在看看没啥漂亮了，说不清的。非说不样，像我这面孔到底漂亮不漂亮？真能自几十年到现在不结论了。大娘娘，你要提取一股子刀生好。不过我想推给叶小姐离米了，你大娘娘乃是后等的身教。这个不但一提醒我想得对，自家分神功，我带的男儿的吴娘娘，我当晓得去口里啊，他不离面子噻。哟，既如许此么话的，奴家不去了。但不过大义开不中门。这里需有事哈？大义那里老奴谁去追寻？既若许此话的，一切与你带来，此人此去，送送一山。都是大娘娘，神功一般，唯一不是也可以之类。都要你不要紧，我有什么？那么皇帝要求离开奴儿，直奔山堂衙门。这地方关心你，再个你，反正我是谢家，这个日子哪个我？现在眼睛过来门手机，门一开门，哟，我来把你累了么？累了。你听啊！你家小姐口好啊？我家小姐在上海，虽是时常话你来一太太们，心中有喜不落。听啊，你小姐在课堂之中。在课堂把正规矩反来小人讲小讲，我们大人讲中国这个不会全部上去啊！王定基一下我子，各位一直来小家今年18岁，那么你啥个拿样子的呢？不是里下女子国总归在这里编制的，既然么实力编制，那么到底哪好看呢？大妹妹用语言来形容的。那是里像等火吧，他一18日子，那么那是里像块美玉，他一硬气，那么那是里像天狼上偶，比得高不可配，
们那些里好看得来像四大美人，鼻子大里长子框框子。那么你这个叶子来到底哪好看呢？来，听众啊，你都去想吧。你都欢喜哪样子的面孔编织们，你个叶子来三角是哪样子编织？总而言之嘛，是一位人人栽培、虎口铁腿的先生女子。丫牛来是个虽然，娘呢是思想们的出生的才女。我里想昨日只有5万地的花地，3年前头，丫吃油门把那风浪手翻成了当场故事。先生手出来，娘当场击杀，随了这个危难之际，皇帝打出来大力相助。所以个叶子来啊，对个皇帝的感恩不尽。现在看见王老板进来嘛，眼睛射了个立起来。啊，王老板，一把清楚。多谢小姐。啊，小姐呀，老板，你家娘亲受托之事，与美莫了。娘家里有啥个事情嘛？自家的终身大事。现娘家子刚才个总基本总归难为的，所以面孔涨红，对神丹们不想。神道是忠于老人，可惜年岁大死了。完了。对不起，哪一家？谁是内傲金家？金家？是啊。哦，是。实不相瞒，谁是我家大爷？哈！听到该啥我们之类有点不开心。对你妈妈那么真的托人托子王八八的，你那是干红的我家，你都都要43只呀！我15岁，年龄分是相差一点点，10个头。再说，虽然我屋里向穷。但是不愿意当个人家的屁娃，而且这种愚动的家人家，这种人家我气也不配，马上回头不能好好无其事。啊，老板，像此日嘛，不透呀，真是不透啊！就老板啦。
一口话，起欧风梦呀，出去不欧呀，天大不去，地有女口名哎，我配还否？王林县也为的想想当初讲得个让杀了意料之外，该桩事体我非要成功不可。当初见那个县长正在做希望示威，但是我为之警告，我为之动摇，一定我想着男人好，你动摇人也好，将来不会亏待呢。可不现在呢，看上去在弄到金家的一个事体太，家去不可为良，今则实在也讲的不难听听。唉，小子呀，老板，想这件事儿嘛，是王定要口不口去你的小子呀。老妹举青上门庭，一番口中高气劲，山好根，一日你称大于心太守，二是当日每往不见人，养个王定一把口心，那你话是绿水，水内绿，大雨不问你风雨，岂不要记录问？后来当日真为人，今日里他
为了金家，谁口口拒你，讲得给到皇帝表示。俺的郎官无来望真谢家门子不落到伤心跪下，谢祭开人皇帝的不灭之让一日原了这门亲事。这个妈，听来皇帝把我个肺，谢家的人会等爱他的，万万想不得皇帝会失去金家的男人，想不得这种大人家还有难气。想不到这位大呀，终会来日，而这位大娘娘也是这个王内府里。想不到你忘了把对金家这个忠心耿耿搞，你想不到你王的口中是我下游子，那你在讲我哪辈？来日是，家金家非我所牛，做偏话无法称我心。但是始终我发答应的说。叫皇帝拿路法，我哪对得起？3年来，你对我种恩情非比心上，我用啥么子去办答你？这个要么是天意，要么是命中注定了。天呀，天！我非去有三有四，我只管自家命口，爷娘死得特子，我来找他自家定下终身。我以为为了世界拉想，只不过是为渣而已，为去多看了点啥呢？根本是帮助皇帝这个忙，但是伊一点听上，我觉得一点头，我请来皇帝的人人渣、动力渣，全部在为听。谢家8日吃亏，10家米酒啊！完了，小姐，快快请起。奴家
小姐应允了。是啊，应允了。小姐应允了。哦哟，都是小姐。皇帝哥哥开心呀！金家里相遇不忙，都要与夫妻，那么不爱了。那么金龟生的娘阿肯告不金龟生的衙役，留其为师。皇帝实情到此为止，请听我言。明朝正德13年，苏州南衙军家是税府，家当改得多，房子范围改，金子范围亮，银子范围金，纸子范围空，两地范围轻。地入金家水是费，费是金家百户来，声称苏州第一家。搿上头一家人家了，真正的主人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后主金公代金玉华，今年40岁；还一个就是金玉华家乡大娘娘，叫唐翠萍，今年30岁。那还为不晓得你？当然不为样的。那还为晓得个你？请苏州所有的名郎中来看过。啥个毛病呢？我难为的说不出。搿有啥说不出？你说不出，我倒说得出。唐翠萍大娘娘倒是啥女？啥对女人？当然不让。其实嘛，不要真的，不但现在是不受伤，依然没讨厌。搿上头一家人家，你还不3辈受下去个？到房里向无人受，但是七房8房的有人受。搿受得7包2房，整个受7受包了，还7大包了。搿么是有同的多他2个，可以多养几个。实在你新婚1日第一夜，各位大衙军公带60多人，新娘娘唐翠萍漂亮，大衙带你望一望你眼皮，抬一抬，看一看，大衙哈一哈，晃一晃，开金口一上娘子，但是只有娘不知那么讲。留下来你比媚娘还要凶，要发3张，第一不许他，第二个，第二一切听我的，第3通通侪不能瞒我。进宫带低头3条3个手铐脚镣全部拿里靠了。实在呢，大衙人60，加上一辈个唐家里向对金家里向有恩惠。所以并得今朝正月18，终受大娘娘有所松动。你个爷娘去世，答应娘来大衙他偏房。不过呢，我锁门藏了眼睛打出来，先让大衙去，再来对付大娘娘。大爷。想大娘娘她是一番美意，来，大姨为主书房歇息，去水那里地波浪向扎一扎，压一压，一人子来外头去，我有带你。进宫带不晓得皇帝为啥趁势往外头去，皇帝眼睛耷拉，身体抬出来嘛，南方发个闲话才想好。啊，大娘娘，想方才大姨们，她心中不落是有故的，只为她的心目中只有你大娘娘一人，母与半生说这个道理呀？哎，人家一听嘛，这个气得先退一步，牛来寻。
是。不过在衙门中挑唆嘛，大意不为因缘。啥么子啊？我对飞啊，再去探了名门贵婿啊。哦，可是不来个。将来李金之门养子儿子，李立人们，我不接着问。我队当中挑唆一个谁是这个道理？今日两个人甚至让让我心里想，不能松开。要完的。是。名门之中挑唆，农家不允。不是在名门中挑唆，照我看来，只要修一个小家，比我足够了。谁是受到为逼们，以好听舒适。这个呢？一听你的两句话的语带。屋内当中改革留下来，我到屋内平起平柔，趁机带来，于是自个升高，小家逼肉，给当来看，要话的，记住兄弟们，与内不识别了。成功一点点。大娘娘，我倒想起了有一个合适的神仙。我有人对说的说个，稍微想已经与人着。仔细讲来，他姓叶，乃是西堂神士，也讲得来太委屈，听得进。大娘娘对老奴告病。
这位叶县最叫红名字叫知雷。叶知雷。是啊。他的祖上做什么？一家小婆。他的小儿女bin然。生在bin然。14岁bin然。他的为人怎样？bin然。哦，为人终于老实，所以为是你大娘娘一人做主。好，几路去什么话的？今个晚上带路西去一看。一看还看看，说个bin然，啥子不bin然？你手漂亮，还去打李比干，台湾都有了海。那种是高漂亮，你是真漂亮。不不离口拉来起心，咁我呢？我也拉得个漂亮。皇帝那拉头死了啊！但辰光神清在总归看得见。别人长呢，皇帝想带这个辰光我还强逼。个面孔漂亮不漂亮，各人各看。但是光台说皇帝长为啥漂亮？我说我现在看看也没啥漂亮了，说不清的。别说不样，像我这面孔到底漂亮不漂亮？真能自几十年到现在也不结论了。大娘娘，你要提取一股这道甚好。不过我想推给叶小姐离米了，你大娘娘乃是后等的身教。这个不能一提醒我想得对，自家分神功，我带的奴儿的吴娘娘，我当晓得去口里呀，他不离面子的。哟，既然是这么话的，奴家不去了。但不过大义开不中门。这里是有事哈？大义那里老奴先去追寻。既然是此话的，一切与你带来，此人之后松松遇上。都是大娘娘，神功一半，唯一不是也可以之类。都要你不要紧，我有什么？那么皇帝要紧离开奴儿，直奔山上衙门。这地方关心你，再个你，反正我是谢家，这个你叫哪个我？现在眼睛过来门手去，门一开门，哟，我来把你累了我，累了。你家小姐可好啊？我家小姐在上海，虽是市场花，你来一开门，心中有喜不落。请啊，我家小姐在课堂之中。但课堂把正规矩反来些人讲些讲，我们大人讲中国这个不会全部上去啊！王定基也是呀，我知。各位一起来些讲，今年18岁，各位你啥个哪样子的呢？不是里下女子国总归在是里边吃的，既然嘛是里边吃，那么到底哪好看呢？大妹妹用语言来形容的。那是里相当火吧？也家里屋里当中挑选，所以呀，在外地海大衙门与23个屋里服务条件，立了房厅上向再细细，进宫对60多人一分晓得，踏进房厅一看嘛，这点屋里像西藏的一样做啥呢？高先生好了啦。眼睛再好，我是娘子啊！大爷，听手一手了，娘子，想今这里有事啊？哟，大爷，想今这里嘛，奴家上你那听，你看呀，在此妖怪之中，神你挑选一个。上不上突然之间还不商量，此时是我让我太偏望屋里当中改一个，那么带你看看高些来起身开口，不是我看不起屋里，而是你看不起我，你对我不了解。
我对等我相配了，搿里肢体不能相对。三个八代现在，一个预备都养两只猪猡，一个预备马上得美国旅游，搿个哪配得起来？葛么那十娘老是对人心里不实，面孔不活络，但是呢，讲出来个闲话还是不来。哎呀，娘子，想这件事儿，为得好好商议商议呀！大翠林对你妈妈，我好不容易想出一天，我只是讲决心，让你太偏望。我上来告辞讲的，既然你自告变了，受了面孔一白，兄，像农家的一份美意上领的听。既然你自己不养了，一人受了，养你们，我退出去。我的三百光，给你中部王定立了来，你心里明白。该桩事体不为成功，来到娘娘发笔，不过你今朝能够松动，搿扇门掀开着，我不把你关着。我心里想有点，我暗中已经不适合三堂家杨某龙18岁，一直来三家。谁冒伤心，把个心里不能讲出来，今朝有搿样个机会，我也好不突出。那么呢，希望我对当中该一个，那么带你看看，高些，你欺人太高，不是我看不起我的，而是你看不起我，你对我不了解。我对等我相配了，搿里肢体不能相对。三个八代现在，一个预备都养两只猪猡，一个预备马上得美国旅游，搿个哪配得起来？葛么那十娘老是对人心里不实，面孔不活络，但是呢，讲出来个闲话还是不来。哎呀，娘子！想这件事儿，为得好好商议商议呀！大翠林对你妈妈，我好不容易想出一天，我只是讲决心，让你太偏望。我上来告辞讲的，既然你自告变了，受了面孔一白，兄，像农家的一份美意上领的听。既然你自己不养了，一人受了，养你们，我退出去。我的三百光，给你中部王定立了来，你心里明白，该桩事体不为成功，来到娘娘发笔，不过你今朝能够松动。搿扇门掀开着，我不把你关着。我心里想有点，我暗中已经不适合三堂家杨某龙18岁，一直来三家，谁冒伤心？把个心里不能讲出来，今朝有搿样个机会，我也好不突出。那么呢，拿书门敞了，眼睛打出来，先让大衙去，再来对付大娘娘。大爷，想大娘娘她是一番美意。来来来，大爷为主书房歇息。去水那里地波浪向扎一扎，压一压，一人子来外头去，我有代理。进宫队不晓得王定为啥趁势往外头去。王定眼睛耷拉，身体抬出来嘛，那刚发个闲话才想好。大娘娘，想方才
大义嘛，他心中不落，是于有故的。这为他的心目中只有你大娘娘一人，母与半生说这个道理呀，人家一听嘛，这个气得先退一步，牛来寻死。不过在衙门中挑唆嘛，大意他亦不为因缘。啥么子啊？我对飞啊，再去他的名门关系啊，可是不来的。将来李金之门、杨子女子、李立人们，我接着问。我对当中挑唆一个谁是这个道理？今日两个人甚至让我心里不能松开。有完的。是。名门之中挑唆，奴家不允。不是在名门中挑衅，照我看来，只要修一个小家，比我足够了。谁是受到为逼们，以好听试试。这个呢，他的小娃女必然，身在你必然，是是非必然。他的为人怎样？必然。为人终为老实，谁为是你大娘娘一人作主？哈，几路去什么话的？今个晚上带路西去一看，一看还看看，说个平常，啥子不平常？你手漂亮，还去打李比干，台湾都有了海。那种是高漂亮，你是真漂亮，不不离口拉来起心，咁我呢？我也拉得个漂亮。皇帝来了都死了啊！但辰光神清在总归看得见。别人长呢，皇帝想带这个辰光我还强逼。个面孔漂亮不漂亮，各人各看。但是光台说皇帝长为啥漂亮？我说我现在看看也没啥漂亮了，说不清的。别说不样，像我这面孔到底漂亮不漂亮？真能自几十年到现在也不结论了。大娘娘，你要提取一股这道甚好。不过我想推给叶小姐离米了，你大娘娘乃是后等的身教。这个不然一提醒我想得对，自家分神功，我带的奴儿的吴娘娘，我当晓得去口里呀，他不留面子的。哟，肌肉须怎么管的？奴家不去了。带不过大义开不中门。这里需有事哈？大义哪里？老奴先去追寻。肌肉须此话的，一切与你带来，此人此去，松松玉山。都是大娘娘，神功一半，唯一不是也可以之类。到衙门不要紧，我有什么？那么皇帝要紧离开奴儿，直奔山上衙门。这地方关心你，再个你，非正我说谢家，这个你叫哪个我？现在眼睛过来门手机，门一开门，哟，我来把你累了么？累了。你听啊！你家小姐口好啊！我家小姐在上海，虽是市场花，你老爷太太们心中有喜不落。听啊！来了，来了，课堂之中。但课堂把正规矩非那些人讲些讲，我们大人讲中国这个不会全部上去啊！王定基也是呀，我知。各位一起来小姐，今年18岁。那么你三个哪样子的呢？不是里下女子国总归才是里边吃的，其实嘛是里边吃。那么到底哪好看呢？大妹妹用语言来形容的。那是里像等火把，它有18日子。那么那是里像块美玉，它有硬气。那么那是里像天狼上偶，比得高不可配。那么那是里好看得来像四大美人，鼻子大里长子框框子。那么你这个一出来到底哪好看呢？
来，听众啊，你都去想吧。你都欢喜哪样子的面孔编织们，你个一起来三家就哪样子编织。总而言之嘛，是一位人人在台、户口贴贴的先生女子。丫牛来是个虽然，娘呢是思想们的出生的才女。我里想昨日在5万地的花头，3年前头，丫出远门，打个风浪手翻脱了当场过世。先生手出来，娘当场击杀。明朝正德13年，苏州南衙军家是税府，家当改得多，房子范围改，金子范围亮，银子范围金，珠子范围空，两地范围轻。第十金家随是凡，凡是金家百户来，声称苏州第一家。搿上头一家人家了，真正的主人只有2个，一个就是后主金公代金玉华，今年40岁；还一个就是金玉华家乡大娘娘，叫唐翠萍，今年30岁。那还为不晓得你？当然不为样个。那还为晓得个你？听苏州所有的民郎中在口过。啥个毛病呢？我难为的说不出。搿有啥说不出？你说不出，我倒说得出。唐翠萍大娘娘倒是啥女？啥对女人？当然不让。其实嘛，不要真的，不但现在是不受伤，依然没讨厌。搿上头一家人家，你还不3辈受下去个？到房里向无人受，但是7房8房的有人受。搿受得7包2房，整个受7受包了，还7大包了。搿么是有同的多他2个，可以多养几个。实在你新婚1日第1夜，各位大衙军公队60多人，新娘娘唐翠萍漂亮，大衙队里望一望里，眼皮抬一抬，看一看，大衙哈一哈，晃一晃，开进看一双娘子，但是只有娘不知那么讲。留下来里比媚娘还要凶，要发3章，第一不许他，第2个，第2一切听我的，第3通通侪不能瞒我。进宫队低头3条3个手卡脚力全部拿里靠了。实在呢，大衙人60，加上一辈个唐家里向对金家里向有恩惠。所以并得今朝正月18，终受大娘娘有所松动，立个爷娘去世，答应娘来大衙特偏房。不过呢，也家里屋头当中挑选，所以啊，在外头海大衙们有23个屋头符合条件，立了房厅浪向再细细。进宫队60多人一分晓得，踏进房厅一看嘛，搿点屋头像现场的一样做啥呢？哎，高先生好了啦，眼睛再好，我是娘子啊！啊，大爷，请受。受了，娘子，想今这里有事啊？哟，大爷，像今这里嘛，奴家上你那天，你看呀，在此妖怪之中，审你挑手一个。啥么子啊？突然之间还不商量，此事是我，让我太偏。哎，一听你的2句话的语的，
屋内当中改革，留下来我到屋内平起平容，趁机带来，于是自个宣告，下家必肉，给咱来看，有话的，记住兄弟们，与内不是必了。神功一滴滴，大娘娘，我倒想起了有一个合适的神仙。我有人对说的说个，稍微想想已经有人了。仔细讲来，他姓叶，乃是非常神士，也讲得来配委屈，听得进。大娘娘对老奴告禀。娘亲受托之事，与美莫了。娘夫里耍个自己们，是个终身大事。现娘家只讲那个总基本总归难为的，所以面孔张红对神丹们不想。神道是忠于老人，可
可惜你岁大死了。完了。对不起，哪一家？谁是内傲金家？金家？是啊。哦，是。实不相瞒，谁是我家大爷？哈！听得该啥我们起来有点不开心。对你妈妈那么真的托人托子王八八子，你那是干糊涂家？你都大呀40岁这样，我15岁，年龄分是相差一点点，10个头。再说，虽然我屋里向穷，但是不愿意打给人家个屁房，而且搿种愚动的家人家，搿种人家我气也不配，我那回头不能好好无气势。啊，来吧，像此日来不透呀，真是不透啊！就来吧。